保時捷呢本Taycan 呢本純電車其實喺市面上已經行駛咗一段長嘅時間。咁佢高壓電嘅問題呢，已經係陸續咁已經出嚟啦。咁好多人直觀高壓電問題一定係電池啊。其實一架純電車唔好計保時捷嚟計啊，唔係單淨係得高壓電嘅啫，有直流轉換器，有充電器，亦都有一啲控制組板嘅，甚至一啲散熱嘅組件、散熱嘅系統亦都好容易壞嘅。咁啱呢個保時捷嘅通病，佢又中咗其中一樣啦。咁咧佢個鋰電池咧就係靠水嚟冷卻嘅，跟住前面有兩個水箱。之後靠風扇咧嚟散熱嘅，咁咧我哋經過人員通嘅診斷器診斷過啦，同埋睇過入邊故障碼，甚至睇入邊嘅數據流，其中一把風扇咧又係完全發卡嘅，係根本有電壓但係冇轉速嘅。咁咧我哋就確定同個車主溝通，就換咗兩把，為免起見兩把一齊換啦。我哋盡量都選擇奧迪嘅配件，因為呢部好似 Taycan 咧，其實係一部奧迪嘅 e-track 改成嘅，咁用翻相同嘅車型查咧都係平啲。如果查正保時捷咧，呢把風扇係非常之貴嘅，大幾千蚊一把都要。咁當然亦都要換翻保持呢個編號啦，呢個改良風扇罩啦，令到佢唔會咁容易俾石仔入咗去發卡嘅。除咗呢個電池過熱嘅問題之後咧，大家去睇下頭燈，一邊有下邊一燈小燈唔着，一邊着嘅，其實儀表板都報咗故障啦。老實講，依家新型嘅燈有新型嘅燈嘅好處係唔使換燈泡，以前嘅燈咧可以換燈泡嘅，依家係唔使換嘅。唔使換就點咧？要成陣換咯，成陣換就一定貴啊！呢啲咁嘅燈大幾萬蚊一盞嘅，咁但係好彩大陸咧乜都有得維修嘅，咁我依家將會將盞燈寄出去就維修咗佢，咁一個平價錢可以幫下車主慳翻一啲維修費啊，咁嚟進行呢架車嘅維修嘅。所以咧，依家其實咧啲電車咧有電車慳錢嘅好處啦，但係其實佢壞起上嚟咧，啲價錢都唔少啊！唔好講呢啲保時捷 Taycan 咁高品牌嘅系列啦，其實而家啲國產車買啲頭燈尾燈。其實都係好貴，而且仲要揾翻個原廠嘅電腦嚟做匹配，你揾其他機咧都匹配唔到嘅。其實維修起上嚟咧，其實啲電車係都比較貴嘅。咁所以咧喺嗰站喺我哋維修廠嚟計一定有足夠嘅設備、診斷器材，先可以幫車主慳錢，精確咁診斷、判斷每一個故障啊！